去年屏东掠超过13万只的青豆丁是全国上界多，八成拢是靠民间来斗相共。今年屏东县政府和林保署配合，奖励制度有做调整。若做掠到较大只，就领较济；较细只钱较少，而且也改发超商礼券，希望会当吸引更较济人来加入。不过有人士认为讲，安尼生做呢，变做大家拢要掠大只，会影响到消费外来种的效果。 民众爬到椰子树顶掠青豆丁，有的青豆丁走无路，直接跳落来。屏东县政府农业处统计，去年屏东掠超过13万只青豆丁，是全国上济，其中民间猎人就掠10万外只，占8成左右，是医毒行动的主力。数量前3名的猎人，每一个拢掠超过1万只，干那礼罐就领走超过100万。县府今年配合林保署，搁要提悬奖励制度。一般民众他在移除的这个部分，都会偏在小，那大的这个清代的部分就会比较少去抓到。就便利性来说的话，那也有一些民意代表在建议，所以我们大体上我们就把它改成这个比较方便的这个超商。根据林保署新的规定，长度30公分以上的青豆丁，每只奖励对去年的250块提悬到300块；无满30公分的对100块降至50块。因为有民众反映，原本的农渔会礼券无方便使用，今年改发超商礼券。 不过有猎人表示，细只的剩50块就无啥吸引力，会变做大家拢要掠大只的。数据差较多，会变敢若要掠大只的尔，无爱掠细只的。15、16公分迄种的迄种的等于像个大只的安尼咧掠，因为迄种的足惊人的。 咧走会用足紧的。猎人讲，若要降低细只的金额，希望会当改发现金，较方便使用。县府表示，会先按照林保署的规定实施，后续若有需要调整的，会搁含各界交换意见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